全款百幾萬就可以喺珠海呢度攞低呢套頂樓嘅複式單位啊！而且呢套單位建築面積只有65個平方，但係實際可以用到150個平方，露台望出去仲要係啲咁靚嘅河景啊！呢套單位呢係做咗4房4個衛生間嘅設計㗎，全屋帶埋精裝修，包括全屋嘅日立中央空調呢啲，全部都係送晒俾你㗎。而且呢套單位仲要係精裝現樓，今日買過嚟，聽日就安排入住啊！65平方做咗4房4個衛生間，而且有3間房呢都係套房嚟㗎。你所見嘅呢啲訂製嘅床同埋全屋嘅精裝修都係交樓標準啊！而且主人房包括呢啲藝術嘅牆漆，全屋嘅日立中央空調都係送晒俾你㗎。而且主人房仲可以望到呢啲咁開揚嘅河景啊！你要記住呢套單位只有65個平方，佢直接係做咗4房啊！包括入邊嘅訂製衣櫃同埋梳妝台，仲有廁所入邊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都係送晒俾你㗎，得房率直接去到150%啊！而家全款百幾萬就可以喺珠海攞低呢度複式嘅頂層單位啊！你有興趣嘅，下方留言，我俾資料你。